台北夏季旅游展今仔日头一天，都还未到开门的时间咧，这个门口就排咧排甲长热热，拢是要来抢早鸟的优待。啊，那旅行社嘛来看准着下半年边境可能会来开放，所以推出着出国游览的方案，让游客先来何位享受这个优待。也毋过来踅展览的民众，也是以国内旅游为主，讲吼要出国游览，也是搁等一下。唔惊日头泡，台北世贸门口下早真侪人伫咧排队，大家拢是来参加台北国际夏季旅游展览。今年旅游展览有200间厂商，拢总600个单，内底的人客甲可出租，业者嘛拍促销牌，互民众来捡优惠。去旅游啦！但是旅游不便宜啊！想要飞出国，搁真无简单。除了票价比过去悬真济，国内嘛也未完全放任入境检疫的规定。不过嘛是有真侪人唔惊开钱，就是想要出国佚佗。因为暑假的关系，我们发现很多的家族，然后会跟我们购买机票，然后加上订购饭店。旅行业者嘛上准后半年可能边境会放零，大间旅行社拢提出包机优惠，亲像珊瑚旅游和有名的3大航空合作，预计1月开始推出日本东北秋电包机，一人51900，越南岘港和富国岛包机嘛讲35500块。优惠网嘛，互想要出团的游客先登记去日本 Okinawa 和东京嘛提出优惠的介绍。各旅游展览限定第2个人有1万块的折扣。旅天下是以自由行为主，东北亚和东南亚规条行程拢有方案。那至于什么时候解封，我们当然业者希望说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该准备的，我们先做好准备。我们定期去拿了一些包机的机位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我们的固定在配合的机位，像美加、欧洲、纽澳东南亚，还是要考虑到隔离天数，怕如果在外面染疫，然后如果严重的话，可能医疗上面就比较麻烦。航空业者拢真期待飞龙机会当正常起飞，包括路途航空宣布定启动台北大阪的航线，就是上准后一波边境特别开放。不过即马限团令还未解除，就等指挥中心考量，旅游业者得当好好做生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